来今仔日过年年假的头一天，来看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是闹热滚滚，人是安尼哭卒卒哦。有人要来借发财金，有人要来行发财金。啊，讲这个指南宫的土地伯讲，旧年借出的发财金有4亿外，今年已经陆续还倒来7亿外了。其中还上多是一个做电子业的少年人，讲还150万。 南投德山指南宫专门处理借现金的所在，会知排队的人是多。还金的话都会还多少？我的话都是取一个比较吉利的，就是3600或6000。借600，花了1200。民众趁年假第一天来甲土地公现金借钱，借来钱200、400拢付，真侪人拢会放伫咧身上，祈求土地公保庇。把它存在投资的账户里面，放钱包里，放枕头下。 指南宫的统计，去年借出去发财金到4亿外。经过一年，伫咧旧历过年前销售现金的人是哪来哪济？初步统计，还倒来金额1约7亿外，其中还上济是150万。比方讲，一摆还这么侪钱的人，是一批伫咧电子业做的少年哈。借了大概4亿左右了，还了将近7亿啊。 我们比去年大概增加2000多万，最多的是一个是150万，150万啊，前几年都是大概都200多万的，也有将近300万的。指南宫主要服侍土地公，真侪年来香火正旺，嘛提供借发财金的服务，互民众会当甲土地公借钱，早伫咧身上，保庇一年工课顺遂。但是做工课有赚到钱，或者是人生顺遂，就当将原本的发财金搁加添一撮啦，就亲像添油香共款，感谢土地公保庇。去年指南宫嘛因为借4亿外出去，还倒来金额有7亿外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